評論其實係一種對話，咁我係會跟住個作者去引導我。做文學評論其中一個最好玩嘅地方就係你會有動力去學更多嘅嘢，去睇更多嘅嘢，同埋有陣時唔係淨係話睇多啲，係睇得更深入。藝術評論自己本身係一門藝術咯，寫評論嘅時候係有一種純粹喺入邊，其實同藝術創作一樣，係因為你對嗰啲作品有熱愛，亦都係一種分享。所謂好嘅評論就係你有做好功課。就係你對嗰個作品本身一種嘅尊重，用最精煉嘅文筆、最清晰嘅角度去同大家表達返你嘅研究嘅成果，或者你個閱讀嘅心得，咁就係一篇好嘅評論。咁所以功能同埋所謂有冇正確，其實唔係我考慮嘅地方。評論或者寫作，總括嚟講都係比較個人嘅事，咁我覺得佢又係我嘅熱愛，亦都係我有能力去做得到。所謂評論之路嘅開始，由中文大學讀英文系，其實係嗰陣時先第一次真係接觸英語嘅詩歌，到博士嘅時候就開始覺得自己有能力，咁到真係教書啊、做研究啊，咁就發覺原來自己係喺呢一方面有嗰個潛質可以繼續做落去。詩歌其實係一個好特別嘅媒介，我最中意詩歌嘅其中一個原因係，你會覺得佢係受個詩人佢自己嘅生命，佢對生命嘅熱愛，或者佢對社會文化各樣嘅角度嘅諗法嘅感受，一種可以抒發或者去探討嘅一個媒介。佢未必係講一個故事喺一首詩入邊，佢可以純粹表達感想，可以純粹表達想法。嗰個無限性係我覺得詩歌最引人入勝嘅地方。要培育新一代，真係對想寫藝術評論嘅，首先就係做一個好嘅榜樣俾同學，因為我對文學藝術嘅熱愛可以感染到佢哋。而家喺香港大學英文學院入邊，咁就指導緊一班同學去出版一本文學藝評嘅雜誌啦，咁就叫做 Black Box Magazine。我最想做到嘅就係同學喺做呢一本雜誌嘅時間，佢哋有一個體驗，有一個嘗試，培養佢哋熱愛，培養佢哋對一件事嘅熱忱，對一件事係有熱誠嘅時候，佢自然會做得好。